手机可以制作影片呢，选照片的排顺序，然后影片会自动像投影片这样拉近了，向左向右，向上向下。好棒好棒！还会配音乐，真方便啊！如果有文字又有声音，那个用 BALABOLKA 阿拉伯卡，这个可以搜寻哦。这个电脑程式会念文字呢，免安装版的 USB 档案呢，放在 USB， 然后到任何电脑大概都可以用的。那个内建呢是有英文还有简体中文，如果要用繁体中文的话，那要另外再安装微软的语音套件哦。Microsoft 那Speech Platform 有 SDK 的 SDK Name Pack 有要安装的这两个档案，有68 MB 还是80几 MB 的两个。影片做好了，真好，真好。完成了，影片完成了，好棒好棒我用手机就可以制作影片了。从照片找出来，然后排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的顺序，它会自动加音乐还有照片变化，向上向下向左向右，拉近还是拉远？很方便，很方便。